请各位兄弟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因着俄罗耶和华伫正直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耶和华的所做真大，凡若欢喜伊所做的，拢要查考伊。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伊的义永永伫地。这是咱请敬拜团来学乐。因第一首要学乐的歌曲是我较望看见，第二首是君王坐伫遮。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也可以随时坐下。那我们用诗歌一同来敬拜。让我们等候他来临，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神灵，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们等候主。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神灵，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
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圣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领导着我。要看见他的荣耀彰显。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圣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父亲会转向儿女，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今日我们合一敬拜，因为神君王就在我们当中，求他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同在。他是圣洁的那位君王，他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在这高举他的名，高喊他的名。我们用下一首诗歌一同来颂赞他的荣耀。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圣洁耶稣。圣洁耶
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君王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让我们更多的来呼喊他的名，来高举他的名，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君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和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圣洁耶稣，圣洁耶稣，你宝座
我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犹原徛咧，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来多人来受苦，应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拿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权。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真济，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用生命的代价来拯救阮，也将宝贵的圣神赏赐予阮。只要阮愿意拍开心门来接受，信神就会甲阮同行。当有信神的扶持，阮有信心来面对生命中的挑战。请予圣神的果实，成做阮日常的表现，予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甲节制，成做阮基督徒伫生活中应该保持的态度。阮也感谢圣神的带领，予阮大家来到教会，请主予阮照着圣神对蔡长老的讲道中来得到感动。阮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伫主，求主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请社青团契来为咱而乐，
就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歌罗西第3章第1节到第4节。第1节，所以恁若捌甲基督同割活，就着求伫顶面的事，基督伫遐坐伫上帝的大屏。第2节，着伫意顶面的事，毋通伫意地上的事。第3节，因为你捌死，也恁的活命甲基督三角放伫上帝。第4节，基督是咱的活命，到伊显明的时，恁也要三角显明伫阳光的中央。感谢主，咱请蔡长老来为咱讲道。今仔的题目是国外的教会。你们可以觉得平安？平安这个字很美哈。平安，英文翻成 peace， 台语讲平安，国语讲平安，啊，法语咧 pass。你去我去问研究了，伊讲咱日语吼，照你讲，那迄个 peace 就翻起来是很呐，啊，伊讲毋是，伊拢用讲一句话，吼，咱看妈话讲一句话。上水的是以色列人所讲的 shalom。每一个人当着的时阵，三角平安，且搁再一遍，甲你厝边隔壁人讲平安的时阵，用真正祝福的心。今日咱有看到保佑来，咱有看到省城对法国的来，咱有看到教会过来要去高雄，咱特别感平安。感谢主平安。个县城，我讲台语听好不好？还是华语？要那个法语还要再翻译好不好？哎，请你。这些地方时的话，一个真感动。我哪看到你，我看到你们，我心理上就满满的感谢。我今天看到我们那个许爸爸带着一个女孩子进来，我都觉得好高兴，因为她每次来都跟我打一个架，感觉很有力量。我看到姚长老昨天说还在打乒乓球，昨天啊，今天这个礼拜还在打乒乓球，手术完还可以打乒乓球，感谢主，心中充满着平安。心中充满着平安。那有的保险节有3个查某囝仔是新加坡，那仁祥伫瑞典，德恩伫那个美国，我们还有很多旅居在外的。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平安。今天信神从法国回来，有一天他要回去法国，然后之后会回瑞典，是不是我不知道。然后之后反正在国外，其实在国外如同在国内，我们的心都永远在一起。我们也真的祝福你的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吴伯瑶姐妹来，她新生的同学，她看到她来，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是个复活的教会，我们一直要来看什么是复活的教会。如果各位看到昨天我播的那个 PowerPoint， 你得注意讲下口有一段字，刚才这段字我都念一遍让您听。那这礼拜要讲的是歌罗西书第3章，歌罗西书第3章。各位说我为什么没有戴眼镜？其实我今天发觉到说，我好像有点被骗的感觉。我去买眼镜哈，各位有没有想到我买眼镜10分钟而已？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突然2副眼镜找不到，我说那我就去配眼镜。他说你的眼镜度数我看那就照这个度数，我就配了，我就走，明天就拿。拿完以后我发觉到我戴上去哈，前面的字看不到，这边字也看不到，那就干脆不要戴好了，全部都看到。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我们在第3章里面，第3到第4节里面，也就是今天我们的金句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思想的是什么？天上的事情。咱今日基督内底所想的是天顶的代志，但是不是想这世上，在世上我们很多的烦恼，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在奋斗的过程之中，尤其是这边3档内底 COVID-19。因为讲台湾真正受到真大的打击呢，咱唔通讲咱的人所得增加。我有一次跟那个审计部讲说，你把它好好找出来，然后主计处才承认我们那个金字塔的顶端所得增加，可是金字塔的下面所得减少。就台湾整体来讲所得是减少的。虽然说我们的出口咱的出口，咱刚刚的国民所得增加。其实等到善车人愈多呢。我在这项代志的时候，真侪人遇到真大的困扰。阮本来伫衡阳路遐有叫做胖老哥控肉饭，
迄阮太太若无得了，我若去偷买。哦，看嘛足好食，阮太太拢袂使用金珠仔食，拄着也食一遍。你放心，关店啊。我感觉你现在要关来讲，我都靠那天也袂使住内底食，无人，我了2冬啊，我都撑不下，啊关起来无偌久，啊讲开始会使恢复啊，啊但是恢复哦，餐厅无一定完全恢复呢。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事情，但是咱咧想，咱伫世就是这种的操练，事实上是一种操练。那有一天我们到天上，那种天上才真正得到永生。搁再来，哥罗西第3章的时阵，特别甲咱讲50到70讲，来治死世上的旧人，穿新人的衫。哥林多前书5章哥林多后书5章14甲咱讲，咱若踮伫基督，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咱来伫基督内底，就是新创造的人，旧代志已经过去啊，拢变成新的。什么叫做变成新的？有新的形象、新的样式、新的思想、新的念头、新的意念，你的心都是跟主耶稣一种同时、同活、同定十字架，同样得到永生。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在我们世上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操练。因为有一天，我们考卷完之后要交答案，交答案到上帝面前，他会跟你批改分数，你是得救的，你是不得救的。所以我们就说有人讲说，我听了老半天，我们在经常讲复活，我们讲永生，我们讲重生，我们讲成圣，我们讲得救。我们今天没有上那个宗教课，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尼哥底母伊那个讲你要重生啊，你要顶头生。你讲那有可能啦，我都生出来，我唔得更加细于老母的腹肚。虽然这阵了有一个应该7个月了吧，8个月婴儿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做礼拜，他都来听啊，听我讲得伤大声，我还吵我还没吵。但是相对的，那么可能个机遇啊，但是什么生命更新啊？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更新啊！得到更新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生命得到更新，我们人的生命要重新起造。咱信耶稣，咱来讲用耶稣讲用水加圣神，用水跟灵跟你受洗。为什么用水呢？下面咱的罪啊。为什么用灵呢？耶稣、上帝的灵、圣灵、圣神在你的心中。你会得到饱饱的满足，上重要你会得到什么？得到平安啊！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会得到平安啊！我不相信星辰在法国一路顺畅。我看连我们台湾还派一个台料去帮你煮饭。你每一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只要你依靠神，挖靠上帝，那个平安就会在你身上。我现在建会也会体会到，因为从下个礼拜开始，他就到高雄去，他在那边新的生活。其实说真的，我还蛮羡慕他们的高雄，听说现在比台北好住。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要面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扰，而且重要的。你也看咱头前，如果昨天我播给你的泡面有讲一件事情，疫情3年，主耶稣基督荣耀复活啊！疫情3年，主耶稣基督荣耀复活，我们教会有没有复活呢？我们教会有没有复活？现在每一个教会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你告我个哇不？有没有再复活起来？还是从那 COVID-19 以后，我们就好像很习惯没有做礼拜的，因为在欧美这个变成一种习惯。是欧美慢慢已经小型化，在开始在反省自己了。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一世人要徛起伫主耶和华的殿中，徛起伫主耶和华的厝，比较永永远远，有吗？做礼拜你不见得来，不要讲别的，我很爱主，我信主，可是连礼拜天来朝见主你都做不来，真的爱主吗？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同跟他经历苦难跟波折，有没有？3年来我们经历到今天很多人没有戴口罩，
你不必紧张啊。蔡英文总统确诊还1天而已，他就出来了。我的助理也确诊，也是1天。我的秘书确诊2天1天。现在好像那个感冒一样，可是不要忘记3年前，你去回想那3年前，我确诊，4月份1年多前我确诊的时候，是连喉咙都没办法呼吸耶，从早上7、8点没办法呼吸，到晚上想说我大概没救了，赶快送到大医院前面打瑞德西韦。我们经常要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不是百变金刚，永远都是 Superman。我们其实很脆弱。你也可以到病的时阵，你到医院，你会发觉到一件事情，遐人拢甲你讲，不管好嘅人，不管善巧人，拢甲你讲一项。啊，我哪会当健健康康啊？佮加我几档啊，就好啊！这伫遮吼，生不如死诶。你咱想讲，大家拢讲，咱拢定定讲那个，好活歹死不如好活，歹死吼，看呀，迄个歹活不是迄个死去吼，挖看呀死，不见得呢。现在很多人反而在那个安宁病房的人，希望他赶快走。所以瑞士有安乐死。为什么我们慢慢体会到，我们在人生这个臭皮囊有一天会不见？但是放心，当我们得到永生的时候，那个皮囊是什么？不朽的，是神圣的，是无完全无同款的皮囊，同款无同款的身体。所以我主要说，基督上重要，互各位的时阵，反一项代志叫做称义。称义。怎么样称义？我们都会背嘛。保罗先生跟我们讲啊，只要你们信就称义啊，你们承认主就得救。我们就搞唱这首歌，可叫不叫称义？因为我们本来跟上帝是隔离的。对阿东啊，我咱甲上帝是隔离的呀。那种罪根呢？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根，你没有嫉妒任何人吗？你没有骂过任何人吗？你没有 complain 任何事情吗？你觉得每一件事情你都非常的顺利吗？没有啊。所以我没有那个罪根呢。可是我们因为在我们跟上帝隔离之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跟上帝隔阂。所以咱当称义就讲，佮上帝三甲做伙，会当互上帝称为咱是义人，是完全的人。但是我不否认，你要做完全的人是不可能。但是我们趋近于完全，尽量加做上帝三甲做伙，尽量学伊的款式。所以有时候给到那称义甲是有啥物呢？咱负债累累啦。我相信在座的人，可能有的人真的是负债，做生意负债。但是你放心，上帝将你的负债可能你的负面情绪，可能你的身体的不好，可能你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你满满的罪恶，上帝替你赎回呀。上帝就跟你盖个章，义父。我不知道你们有待过银行嘛？就宝萱姐都当过银行的副总裁。银行里面都买来交换票据。以前我应该是民国68年吧，1978年我到土地银行，当那阵开始学圣级，所以各位看到我很会算钱了。我当法官的时候，他们在和解都拿现金来，我就以前都100块，我就直接在那边算给他们，因为他们算得太慢了，一张一张在那边，1张、2张、3张，我就拿过来，他们讲这个法官很会算钱，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了这个法官很会算钱。其实我在银行就是刚开始做柜台啊，就是算钱啊，所以我也可以一下就把钱折出来啊，然后一次就5张，有了，够了。但相对的，我们的负债，主耶稣一下替我们还清了，盖个章已付。银行我们都有3点半就有票据，一个叫做票据交换所，已付了，没还了，给你付掉啊。咱美女姐嘛，我咧讲迄阵咧，嗰阵上咧做头路的时阵，有当时爱做银行，咱讲撞3点半，哇，跑3点半向用一个人甲你讲唔免撞啊，我替你付钱，唔知偌好咧，义付，好美啊！主耶稣替我们义付，然后说：“哎呀，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过
真的在得救，我们为什么要受洗、要重生呢？我们用水跟灵受洗，唔能在竟然面前生，你我是主要所基督学生，过来要慢慢走成圣的路。什么叫成圣的路？咱每一日所做的工课，咱所行所做所作所为，合于主的款式，合于主的样式，跟主耶稣一样，慢慢学习他，学习得到。当然完全做不到，但是我们尽量去学习。如果我们错了，我们就认罪悔改，这样我们就有得救的机会。我说讲只有机会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我来做礼拜，我已经信主，我一定得救，不一定，就看你走的过程。就像你去念研究所，我一定拿到硕士，一定拿到博士，拿到博士还可能被撤销嘞。所以我们相对每一个人就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说耶稣这一句话很重要。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来，耶稣被出卖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使我们称义。简单明了几句话告诉我们，耶稣被出卖，出卖做什么？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处日的记号，写的更小的记号啊。可是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得到是我们的过犯，这就下面了。然后一个再挖，那主要说基督无个再挖，主没有复活，那今日底下这礼拜一点意义都无啊。因为主要说基督个挖，咱买当得到个挖，咱有迄个个挖的机会，那个顶头生的机会，那当得到永远的挖，我们会得到永生啊！在我们成圣路上，我们在走的时候，有一天到审判道，那是永生哎。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久哎，我还记得我7、8岁的那个情况。我搁咧当去咧读国民学校的时阵吼，搁爬窗仔门，因为阮兜迄个阮国民学校迄个教室夹阮兜拄啊隔一个，迄阵叫做丁仔花。丁仔花大概现在台湾好像看不到了，一直拢迄个丁仔花，就搁一个丁仔花，啊我拢种对丁仔花过着阮兜，啊所以讲老师无看，讲大家自习，我就走对阮兜偷啉一个茶，啊个走来，吼。我感觉以前读国学足趣味的呢，再读国学太艰苦啊，连幼儿园嘛足艰苦，拢爱写功课。阮的大宝爱写功课，特别边写边哭，为什么要写功课？阮细汉拢免呢，阮细汉就干那去，我们只要到迄个水准多啊收水，啊去共头毛干嘛买咧红堆安尼吼，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快乐。阮老爸老母只要我来还倒来食饭就好啊，过来阮老爸老母出去传道吼，连我有倒来食饭，无来倒来食饭，因都唔知啊。那个才叫做日子，过得才叫快乐。所以你们出国的人以后妈妈管不到，台劳也不会去管你，你就可以过你的日子，好快乐，不见得不见得那个叫快乐。所以我们说，我们口里承认耶稣的话就得救。你说我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我一定得救。所谓的得救，就是你有得救的机会啊，你还要成圣啊，你要努力啊。就像今天圣歌队他们唱的这首歌是新的青年士族，真的很好听真的非常好听。可是你知道他们练唱的过程是哩哩啦啦的，这一步跟那一步唱的不合，连那个音3连音的时候都唱不准呢。可是上台表演的时候全部都准，感谢主，因为我们要将最美的声音献给上帝。那个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过程之中我们所得到的，那么就真的告诉我们。他的复活是为使我们什么称义呀？后来当称义前的话，称义敌对来，我们的称义从哪里来？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舍不得他所创造的儿女们，他所创造的人类这样沉沦。其实阮兜迄2只高山啊，即摆迄只4只高山，因为无读册，这礼拜住伫阮兜，每天问我说：“我还可以住几天？一天，再一天，再一天，再一天，我可以住好几天。”他好高兴住在那里好几天，因为我们家有一只壁虎，我每天要跟壁虎小姐讲话讲2个小时。这2天他请假，所以就看不到了。反正你看到你的这个小孩，你觉得只要他一动一笑，纵然你长大其实你不要看到你在华国那个台湾的台劳，只要你在笑，他会跟着你笑；你难过，他跟着你难过。我们上帝也要看到我们罪恶满满，他这怎么办呢？那就差遣他的独生子，
或者用新的一部分落去下，落去咱的世间做人啊，替咱赎罪啊。所以，恩典是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啊！经过什么手续？经过十字架手续啊！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替咱钉十字架啊，付出什么代价？无啊，不要钱，免一个上贵，柯文哲唱歌8888。咱遮唱歌队是无钱的，但是我感觉咱唱无钱的，朋友都有钱的吼，更加得到上帝荣耀。最美的侍奉是什么？是无私的侍奉，不是有钱，但是真正的侍奉。真的侍奉是没有钱的侍奉，才是无私的侍奉。条件是啥物？你心内相信呐、啊。你讲我都得到救啊，但是我都唔相信，啊唔相信就袂得到救啊，一样的道理呀、啊。这个物件今日香港甲你讲蔡崇义啊，啊你要去换你做院长，我哪有可能？我无。派人给你，啊！你去报道，啊！你无去报道，你能当院长吗？不可能嘛！主耶稣基督白白跟你讲说，你得救了，你以后是一个新的人，你有新的样式，你有新的关系、新的作为，所有都是新的呀。你都要安尼做，你唔能讲我别个不得救啊，那个可以胡作非为，这样你会不会得救？不会。你真的要用主的样式去得救，所以有一句话，那是王明德牧师。王明德牧师是中国三大报道家之一。伊讲一句话啊，讲你还未这个代志，你还未这个道理，你还未清楚以前吼，你得行较慢嘞，走较慢嘞，行讲安怎？行魔鬼甲你引带去唔对的所在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也一样。这阵咱的教会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最安慰的是，咱礼拜六的查经是有特殊的查经啊。毋是逐个想着讲来你献一节啦，啊你变起来哦一节，我变起来是一节，啊家己解说圣经，圣经是看规本的。其实圣经66卷，你所读的圣经，对第一卷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拢同款一个圣经所写出来。这些作者中间所写出来，其实是同款，写遮尔久，其实是同款一件物件，甲咱讲一项，上帝是听。为着听咱找见主耶稣基督降世成做人，替咱赎罪，咱对他无搁再犯罪啊，就不再犯罪。我们会不会犯罪？会。但是我们如果是那种不经意的犯罪，不是故意的犯罪，还是我们真的犯罪，这你要赶快去悔改呀、悔改以后罪就得赦，赦罪是个很重要的工作。你犯罪，你要赶快认罪悔改，让罪得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哦，如果你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礼拜神的旨意，你透过圣经，透过祷告，你知道那是神的旨意，要怎么样？赶快去做。为什么一直在讲美女姐？她从信主的那一天就参加圣歌队，儿子回来玩的时候还赶快请假说不好意思，儿子带我去玩。最后他在圣歌队，你看到他永远在笑，而且是出于内心在笑。他真的是赶快去做，真你知道神的旨意叫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就赶快去做，恨不得去做，因为什么？人生苦短呐、你人生能多久？我在常讲过，人生就像一类单程买单程票的列车，一票到底是永不回头哎。你讲哪要知啊？哪要知？哪要知？早知道，世界上没有早知道这铁药啊！早知道，没有早知道，现在知道还来得及。往前走，以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奔跑。过去的背后是给我们一个警讯，我们不再犯这个错误。所以我们要赶快争取时间了。所以耶稣在没有带荣耀冠冕之前，耶稣3年半的传道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做什么事情？最后被钉在十字架，有没有带冠冕？有没有带王冠？有啊，有带王冠吗？用气配这一个王冠，写一个我是犹太人的王，讽刺他。可是不要忘记，那个王冠，你要变成真正的王冠。真正的冠冕，那个冠冕是什么？
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在得到永生的道路，我们在得到复活、得到主耶稣审判得救的道路。那个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走起来并不简单，但是充满着感谢，充满着平安，充满着温暖。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第二个，复活在于生命的不朽。各位就可能生命袂得到休安。什么叫做生命袂得到休安？好，咱讲快当活足久的，迄个会当出山。如果能够产出一种药，瑞典专门在做药的哈，一种药你吃下去可以活10年，吃2颗20年，吃3颗30年。我看卖到断货。咱大家嘛希望当活足久的。总是就是病人嘛希望讲上帝来调我去，就紧调我去。我们就坦然面对。总是去永生，不是讲你永远没死叫做永生，而是你永生又有新的生命，永远跟上帝在一起，永远得到快乐，永远得到满足的生命，那是永永远远呢，不是世界上这个小圈圈、这个小时间、小地方的永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若到就无一间教有一日，我已经经过几个间教会啊，比如讲用大公教会做例。我一边入去大公教会时阵我发觉讲，迄内面会有一半以上毋捌我，迄是20当前啊！我若真个入去大公教会，有可能会有大部都毋捌我，迄有重要无？好重要啊！上重要是安怎？上重要耶稣跟我啊，那哪会加东方跟我？耶稣复活了，我们跟他同活，那个才重要。人生我们的名声利禄，有一天我离开中兴教会，50年以后，人家说中兴教会以前有一个叫蔡崇义。上面人忘了，不重要啊。下面兄弟放心吧，他能把你的声音很美。但相对的，我们的人生真的不重要，重要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为耶稣同活？所以耶稣跟我们什么？跟我在你我心中，在你我信我的人虽然死，永远要跟我。那既然信我的人永远没死，信我的人永远就不会死啊。那所以这个永远不会死，就是永生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得到永生啊，永远不会死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活着，我们也活着，我们跟主耶稣是同死同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请你跟隔壁的人讲，我们要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要得到新的。不是嘴巴讲而已，你们的生命真的从现在要开始呢。所以那个菲利普路。在那个纽约的那个圣公会的三一教堂里面，有一个菲利普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的画像，其中耶稣的手就扶在他的背膀，就是说你放胆去讲道，你在讲我的道，只要你放胆去讲道，你就会得到什么？就讲我永生的道，放胆的去讲，放胆的去讲道，因为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跟我们讲说什么？叫我们召万民受洗，最后讲一句话。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跟你说到直到世界的落尾啊！世代的，今麦新的环境不讲世代的中间，就讲世界的落尾。我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所以咱今日说，他的圣经跟咱讲，咱的少年是天顶的事啊。什么是国外教会？国外教会是爱有信徒，感觉这有一个安全感。国外教会爱有信徒，感觉呢？这充满疼的一个环境，充满爱的环境，大家非常清楚什么叫安全感。就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是每一个人都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一个人彼此勉励，每一个人用上帝的话语做中心，每一个人要在主里面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慈爱。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要得到怜悯跟慈爱，所以我们更重要是注目上面的事情。我们在想说，主耶稣基督希望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讲上面的事情，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来较高，而不是自己好洋洋得意，自己认为很行。所以我们要有新的目标，什么？求上面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复活，我们要跟他一起复活，因为那里有主耶稣，得到什么？得到荣耀啊！所以我们想说，思想放在主的上面。所以第二个。在以巴战争，在几年前以巴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打了11天。那以巴战争你就知在那走廊那来震惊一台。那时候德瑞莎修女就去跟两边的军官讲，指挥官讲说：“
叫足侪平民的呢，你会使休一日呗，休台休一日啦，打仗休息一天，让我把这些平民撤走好吗？他说我可以啊，对方不准啊，对方也说我也可以，对方不准啊，两个人讲了老半天，德家修女到第12天说，反正是你们要不要打是你们的事情，就召集一堆志工到平民家里，尤其那个小孩就抱着小孩，他们本来要打，看到德瑞莎修女一排的人这样进去，那个德萨走廊，那个以萨走廊在那边，然后将那些平民从那个就把他抱出来，一个一个这样抱出来。军方本来要打，现在不要打，这边下不要打，不要打。所以以撒战争以巴战争在那个时候，以撒战争、以巴战争，在第11天的时候，历史有记载，突然两边指挥官都下令不要打，那天把所有的平民都撤出来。德瑞莎修女抱一个小孩，他说：“我抱一个小孩，你们要打，你们去打吧。这些人是上帝的宝贝，我要把他抱走。”他把那个小孩抱出来。他如果做到这个地步，我们能做到吗？危险不危险？现在俄乌战争说叫你去俄乌战争，现在以前帮那个伤人手术的那个陈恒常去普吉当那个院长，现在不当院长的陈恒常跟他弟陈恒德，现在跑到乌克兰去做无国界医生。我那个叫阿雄，会足危险的袂？伊说当然危险啊，危险就不要紧啊，较早去见上帝，还佫较好。所以他们就去无国界医生，都到前线里面去做无国界医生。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思想上面的事情。我们在所想的都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情所讲，因为上面有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而不要看地上的事情。什么叫地上的事情？地上有纷争嘛，有嫉妒嘛，尤其是台湾一句话，见不得人好嘛。地上有讲歹嘴。不好的心机，兄弟姊妹为了财产争一步，这个世间为着升一个科长，都大家投诉黑函满天。甘参伊是街道最多黑函的地方，大家人拢感觉伊一个上吊，总是唔当袂去进。咱上吊是安怎？爱记得永生是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唔是讲你全拢袂死去，叫做永远的生命。我爱当活到120，我爱当活到140岁，我爱当活到150岁。听讲什么基因要改造，会当活到200岁。你也卡说活到200岁，100岁到200岁，拢得离门什顶哦。我来求你，大家拢是讲快什么时候赶快死掉。所以那个永生是什么？跟上帝在一起的永远的生命，是复活以后我们得到的永生，那个才是真的重要。所以主要说，基督跟你讲出来是要太还做真济款唔好的代志。主要说，基督来是安怎？让我们得到丰盛，主耶稣来是让我们得到丰盛啊！这个丰盛里面是让我们能够满意的喜乐，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让我们得到新造的人。我们是有复活之后，我们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啊！我们复活之后要与神同在。有一个妈妈，这个基督徒夫妻非常的有爱心，可是结婚了很久以后就生不出小孩。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讲，她怀孕了，他们好高兴。他们怀孕以后，在医院住院的期间，他太太人非常的好，跟医院的人每个人看到他太太都非常的好，很亲切问候他们对医生也非常体谅，对护士都非常体谅，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没想到生产的时候发生什么血崩，大家各位很清楚其实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妈妈，生个小孩，那是历经。他们说，如果用人来计算，历经1万个以上的危险，血崩有80%大概救不起来。血崩，他的先生抱着他太太的手，医生啊，赶快输血啦！医生说输了很多血，他大概没办法，他太太脸色很苍白，他太太握着他先生的手，跟他先生讲：“我只是早一点去耶稣那里。我早一天到天堂，你好好的照顾我们刚出生的这个 baby， 我连一眼都没看到他，可是我知道我一定会非常爱他，请你他长大告诉他妈妈爱他，然后你把他好好抚养长大。我已经有签那个器官捐献卡，我死的时候赶快把我器官捐出去，让别的人在我的身上重新复活。然后跟那些护士讲。我的生命可能不久，每个护士都在掉眼泪。他是非常好的人，
你不要难过，我只是到天上跟上帝在一起。拜托你们，这个小孩没有回家的时候，好好照顾他，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他。这个小孩子出生以后就在医院里面，他的婴儿室。可是很奇怪，每次到半夜2、3点，这个婴儿就开始大哭，一直哭，怎么看是不是尿，是不是尿下去了，是不是肚子饿？怎么检查身体都没有不舒服，就是一直叫到最后精疲力尽睡着。护士也觉得很不舍啊，可是他一直叫，怎么哄骗啊？那个骗的骗没了，最后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把他用在独立的房间，以免他找到别人。可是2、3点就是会叫。他的爸爸每次在那个窗户，怎么办？一直祷告上帝啊，请他不要那么痛苦啊！可是我就是一直叫，他半夜2、3点就一直叫到精疲力尽啊！最后这个一个礼拜又发现那个婴儿连叫都叫不来出来，声音都哑掉了，一直叫。1个礼拜以后，突然看到了医院的门口有一个年轻人，男的，也站在那个门口，问他的爸爸。请问谁的女儿是就在这里？对，整个医院都知道，这个孩子就半夜一直叫，就按电铃跟护士讲说：“你能不能让我进去一下？”他说：“不行嘞，婴儿室不能进来。”你说他叫，我有办法让他不叫，你让我进去好吗？护士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叫他穿那个防护衣，全部把他消毒一下。他进入到这个婴儿房。把这个婴儿他就抱了起来，他抱了这个婴儿，抱在他的心上，抱在他的胸部，所有的人都眼睛都瞪得好大，婴儿突然不哭了，他慢慢的，婴儿不哭了，连爸爸眼睛瞪得好大，睡着，慢慢把他放在，那跟护士讲说，我能不能每天晚上都来陪他，只要他哭我就来陪他，每天晚上我都来。护士说当然好啊，你看他怎么不哭了？他出来，他现在就抱着说谢谢你，你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怎么这么会哄婴儿？他说我没有技巧，他跟他深深鞠躬，谢谢你，因为我心一直很不好，所以我才知道，问了老半天，医院不得已告诉我。我换心是换你太太的心，所以我现在所跳的，我重新复活的心是你太太的心，所以我知道这个婴儿一听到你太太的声音，他就不哭了。每天晚上，我让他知道他的妈妈跟他永远在一起。各位来恭亲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一个复活的教会，我们是更新的教会。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要立志，跟主耶稣同在一起。我们想的是天上的事情，在地上的事情，我们专心的摆上，主会眷顾我们，让我们得到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世上经过这么多的苦难，酸甜苦辣。您替我们承担，因为说凡劳苦背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们必使我们得到安息。求主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求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尤其这些外出在国外的、刚就业的、事业刚起步的，求你特别怜悯照顾他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起立，咱来吟圣诗第258首。
各位兄弟准备心来奉献。各位兄弟，记得咱来吟奉献的诗。咱游玩徛咧，咱来吟上行第399首吟诗线，请林牧师来替阮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对即时起到大家作备，到大家的身躯得到祝福。阿门。请坐，这是我来为大家报告消息报告。今仔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新眼光读经，哥林多前书14章第26节到16章第24节，个箴言第1章第7节，公道的事项伫小组中来带导。第二项，今日聚会了后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准时来出席。第三项，社区关怀据点8月1号开始上课。每周二的上午音乐天地，中午共餐，下午画画班。每周三下午美食创作，每周四顶午一致导游，中午共餐，请兄弟邀请社区朋友踊跃参加，会记早健保卡来做刷卡的登记吼。
第四，金星奖学金申请，即日起到8月20截止，合乎资格的在学的学生，学业平均国小90分，国中、高中大专80分，测验80分以上，请交到成绩单，予教育部叶基安长老来确认。预定8月27伫主日礼拜中颁发。第五，8月份的1月的中职是叶基安长老甲我本人。第六，本周新安宫的读经进度是箴言第1章第8节，甲第4章第19节。另外，迄个南亭头仔有一个活动是中兴教会的趣味运动会活动的名称是做伙来叮当，你着水当当活动的时间伫8月27午下1点半到4点半。活动的地点伫建成国中的2楼大礼堂。以上。以上报告那这是咱来对了，歹势嘛，叶长老来对咱今小组的这个经节来做一个分享，谢谢。今日咱是迄个哥林多前书上尾啊啦吼，上尾已经读完啊。上尾啊是伊咧讲的14章伊咧讲的吼，主要就是讲迄个做先知讲道，也是讲方言啦。迄阵嘛真侪人讲方言因迄个西洋的较袂清楚，咱台湾人真清楚啦。因为迄当机吼上当起来拢会讲迄个灵语啦，就是讲因听有的啦。迄阵当时嘛真侪人会安尼所以保罗甲讲，若阵你讲迄个灵语的时，若阵你讲这个时，一定要有人翻译。宁可讲会当讲人听有的啦，讲人听讲人听有的有啥物路用的？讲人听有的就是讲会当迄落安慰别人啦，会当造就教会安慰遮个需要安慰的人，过来会当劝勉啦，劝勉。这是讲一般伊讲较需要的，就是这。过来迄个教会规矩啦，伊讲教会规矩，我捌讲过其实咧教会拄啊开始的时候，嘛是会安尼乱糟糟啦，乱糟糟。我有讲过，讲恩典教会拄开始的时候，乱糟糟。乱糟糟，你顶悬咧讲下底后迄个怎？两个讲无好势，怎伫遐相拍起来呢？毛即落啦，所以保罗讲一定要有特殊啦，要有特殊，有要问问题，为啥拢一定要有特殊？所以这上重来讲讲凡事要按规矩来做啦。第二个啦，讲文雅佫有特殊啦，讲凡事啦凡事爱文雅佫有特殊。过来有第15章内底伊就讲到迄个死人佫活的问题。犹太人一开始的时，因的思想内底并无死人佫活，并没有来生这个观念啦。犹太人一开始的是没有。后来伊慢慢较有这个观念，就是讲迄灵魂啦。迄个希腊人伊讲迄个灵魂是不灭的，希腊人灵魂是不灭。但是灵魂不灭伊嘛是毋知影讲迄灵魂后来是安怎啦。所以当保罗因咧讲甲彼得伊讲耶稣已经佫活的时，因的理性无法度相信啦，讲死人哪会佫活？所以伊就咧问死人佫活的代志。过来死人佫活，死人佫活的身躯是安怎？伊的身躯是安怎？所以保罗讲啦，讲死人佫活，迄个身躯是朽烂的变做袂朽烂的，个软弱的身躯变做臃肿的身躯，迄个算讲无清洁的身躯变荣耀的身躯啦。伊讲死人佫活的身躯是安尼。过来死人佫活的特殊是安怎？是次序是安怎？伊讲耶稣基督是第一个死人佫活，第一个，伊是迄个首生的。过来咧，过来凡属基督的，凡属基督会佫活。过来末期一到咧，所有的人拢会佫活，
要站在审判台前。保罗就是过一摆过咧强调这个，哦，因当然一直会问讲这个死人过活这个问题，又上尾又讲啦，讲迄个会朽烂变做袂朽烂，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迄个会死的身体变成不会死的。过来咧，伊讲上尾吼，所有的拢销毁以后，上尾迄个伊甲消灭是啥物？是死亡。死亡了，所以开始讲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讲死亡的毒钩，死亡的前数在哪里？哦，死亡前数是罪嘛，罪已经互耶稣基督下面了。所以死亡都无啊，无死亡啊。所以咱读启示录的是，迄身体身地过来的是都无迄个死亡啦吼。讲无痛疼、嗷叫、甲流目屎拢无啊。这是保罗伫甲哥林多教会遐人讲着的。这个人我有讲一个，迄个日本有一个迄个教授哦，伫哈佛的教授叫加来道雄。加来道雄伊咧讲吼，伊讲真济迄个咱咧讲吼，想讲话啥物这问题吼。宇宙的问题，这咱其实袂清楚啦。伊有伫 CNN 咧教迄个普通物理、大众物理啦。人咧甲问讲吼，安尼迄个大爆炸理论啦，大爆炸理论伊是安怎啦？伊笑笑伊讲吼，伊讲你敢会当相信讲去伫迄个回收厂啦？回收厂吼，伫遐风台一直吹，一直吹来，一直吹，雷公线啦，一直讲的了吼。像讲500年以后，是讲1000年以后，讲出一架747的飞机出来。伊讲你敢相信安尼啦？人咧甲问这个问题，大爆炸这个问题的是，伊讲你敢相信安尼？其实是哈佛的物理学的教授。所以迄个死人国外是嘛是共款。咱即摆来想较清楚，因为迄个玩具人咱即摆迄机器人啊，用迄 AI 无伊嘛讲话嘛啥物吼，伊若嗨起来，拢总散去啊。咱有法度搁甲倒转来无？啥物拢无的，你无法度搁甲倒转来，嘛是法度啊！何况咱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若要互咱搁活，咱就搁活。无人知影，所以耶稣已经搁活，互咱知影讲一定会搁活。所以保罗伊讲有500几个看过啊！大圣互彼得刚刚有看到啊！迄个雅各毋是迄个12个门徒迄个雅各啦。是耶稣的小弟雅各吼，因为雅各吼本来无相信耶稣，所以咱读圣经的时，使徒行传伫读迄使徒行传的时讲安怎？讲伊的兄弟吼去找耶稣啦，讲耶稣狂起来啦，讲疯狂了啦，讲伊啥物？伊讲伊3日了会搁活啦，伊是上帝的囝啦，所以因兄弟讲伊狂起来。过来后来耶稣搁活的时，伊讲有互雅各看到。雅各讲：你看我，伊确实搁活，我是上帝的囝。雅各怎啊开始吼？怎啊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囝？过来伊一直咧传福音。后来雅各吼，人讲是耶路撒冷的义人嘛，义人雅各啊。后来上尾啊吼，人甲掠去你迄个圣殿的顶悬吼，讲你若相信耶稣吼是救主，安尼我就甲伊请落来。你若无相信，我就放你转去。伊讲伊相信，伊有看过伊过啊。所以就甲车落来，车落来煞无死的时，佫用枪甲刺死咧。雅各啊，所以保罗伊讲啦，伊讲伊伫迄个，伊去到迄个耶路撒冷的时，伊有见过啥物人？伊有见过彼得甲雅各，对，即个雅各，雅各属迄个雅各。咱知影吼，这是死人国啊。保罗一直咧强调即个啦吼，所以伊讲吼，伊讲伊天天冒死啦，安尼咧传耶稣过啊。耶稣若无过啊，伊是。咱这信的人吼，是世间第一可怜的，所以基督教咧传啥物，拢无啦，就是咧传耶稣个话啦，将来的审判即个代志，一直咧传就是传，所以伊有特别讲着讲吼，若讲迄个咧讲道的时，讲较侪人起来分享的时，还是见证的时，遐毋捌听到的人，乡乡之外听到，心内明白啦，知影家己的罪。伊就会拍伫这个施恩宝座的头前讲啦，讲我知道吼，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啦，讲上帝真正伫咱中间。这是伫咱哥林多14章遐特别讲到的啦吼。15章是咧讲国活这个代志。过来16章伊就会清安啦吼，这清安这个代志。16章伊就咧清安吼，伊嘛讲看迄个阿波罗会当来到哥林多教会无？阿波罗讲伊爱找时间较过来啦。咱知影阿波罗是伫
是伫迄个亚历山大城中大的。亚历山大城哦，是当时的迄个罗马的世界第2大城啦。啊，伊遐的藏书吼，藏书是当时的世界上界济。哦，伊的藏书是当时上界济的吼。啊，伊是迄个亚历山大城。哦，啊，伊嘛希望讲因遐会当过来，互即个哥林多教会会当步入迄个正道啦吼，就是讲大家拢会当像他拄仔蔡长老讲安尼吼，讲大家会当安怎因信称义以后，佫会当成圣的道路可以会当站立得稳啦。啊，这是保罗伫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哦，啊，咱过来要读迄个箴言哦，啊，箴言就毋免搁我来分享啦吼，箴言就大家看就会使啦吼。以上。密道避讳。只是来行平安礼。